展现一个人表现在外的一个素质，也是一个人表现在外的一个水准跟水平。所以在产品来讲，如果说有高品质的东西，我们呢就会说，它的东西就是很耐用，它的品质很好，设计呀，也非常的一个完美哦，好用、耐用、功能好又完美。所以，比如说我们说冷气，大家会想到什么品牌？可能就是想到日立，想到大金。为什么？因为它使用日本压缩机，日本的一个电器，对我们而言，它就是一个好的一个品质。那像自行车，高品质的自行车，我们会想到什么品牌？想到捷安特嘛，想到美利达嘛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就是让我们在骑的时候觉得说它的性能很好。所以产品而言，表现在外的，我们称它叫品质；在人呢，我们就会叫它叫人品。那如果说我们有品格，就是说我们在内有这一个品格，那表现出来在外的这一个就是刚刚有讲，就是说只要我们有我们的内里面有东西，我们表现出来的自然而然就会表现出来啊。所以说当我们有好的态度，有好的习惯，好的善心，自然而然我们就会表现出好的行为。在这边呢，就让大家看一个影片，这个影片呢让大家看一下